在评弹缤纷多彩的流派中，徐立先的力调既能以欢快明朗而见长，又能因缠绵悱恻而独树一帜。其自然流畅、清丽委婉、刚柔并济的唱派风格，为评弹艺术呈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力调的创始人徐立先一生命运坎坷，童年遭流离，病魔频纠缠，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如今他已与世长辞，但仍然有无数人自始至终敬慕他、爱戴他。为此，在继录制了《月下品泉》讲调流派专辑之后，上海市电信公司又集结了力调的门下弟子和优秀传人，精选了力调的24个著名唱段，倾情献上又一部《月下品泉》评弹力调流派专辑，以示缅怀。新木兰辞创作的成功是力调的一座里程碑，同时它更使整个评弹界对开篇价值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新木兰辞在有限的篇幅里创造了无限的气势。徐立先独具匠心地在弹奏中和以清脆悦耳的碰铃，并组织了浑厚的男声合唱加以衬托，顿时整个开篇显得波澜壮阔、大气磅礴，让人不禁惊羡他的神来之笔。通过这部力作，徐立先完成了他对力调表现力的拓展。恨
后街，一头马河水上。上是郎，牛的名头千里中，松儿在为狗血。沙弥
夜题诗作为传统开篇，由于镶嵌进了长相思的词牌，而使唱词顿显秀丽清雅，意韵绵延。字斟句酌的精致小文被掺入喜剧性的情节之中，经徐立先悠闲舒展的一番演绎，很自然的就让人在其落落大度的平和曲调中体味到那如丝如缕的浪漫情愫。我的心中是在那泪中流，来句儿水动沉水向东流，一家真知向上走，我虽得了有言比就是女下也尽力风也落
如果有他能这谁人水，你下生正中莫强对，几世的恨否已碎。定金丝调是当年徐立先演唱的长篇弹词《双珠凤》中的一段选曲。南阳吏部千金霍定金小姐在冤死的未婚夫灵前悲惨凭吊，痛诉衷肠，其唱词之凄切，曲调之哀婉，让人听了不禁动容。加之当年徐立先对霍定金小姐的演绎声情并茂，而情到深处更是声泪俱下，看了无不令人痛极心扉。霍定金小姐在相府里向三姑娘分别进临时做点，上第一支清香，上下第一杯地酒，不巨大包对了。一头皮的心事，怎能默默同人？做干哥哥分兄
水岸边。身旁
人。不知你身在蓬莱几处，天我也是思想随大局。情探是所有立调曲目中表演的最为成功的一个唱段。当年徐立先与弹词名家周云瑞合作演出，即刻倾倒了无数业内外人士，尤其是那段《梨花落》，几乎陶醉了整整2代人。中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曾就徐立先演唱的情探赋诗一首，曰：活捉王魁惜王魁，探出真情更断肠。一曲琵琶七婉绝，立调端和唱楚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的高度评价，是显而易见的。春风得意的王魁自从父子归隐之后，一直惶惶不安，尤其是压力。搿么些辰光，来了死亡的上场跟随，来了让听。啥体？方才分明听见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声音，忽隐忽现。现在也不个噻，哟，身处殿院，一派萧瑟气象。神兮兮，银色色，月色朦胧意来。开始因保守夫人在，欲转身后楼里唱啊，奇怪，没你们落得来个声音呢。王奎头抬起来，对上头一看嘛，哦，原来是你呀！原来是凤飞苍松年丰富，所以个窗痕你是有人能来还不对，啥体声音应该来了上帝，根本唱朗向的声音是啥上话来的呢？王奎身体忙正唱啊，透着一点点，对地朗向一看嘛，唰啦啦啦啦啦啦，哦，原来是吹风梦觉起我动也，破响离龙十岁喂。
东河的绿不是菜，深去定有一小时间，铃声后心意跟随飞凄凉，放下这纱窗柔，送天人灯，把手就飞，只觉得心随彷徨一杯。喂，那不然啥呢？往回一看嘛，门跟随立好一个女子。哦，别说的，一定是新婚燕尔的相国千金。恭喜侬往里来啥体？此乃是红瑞殿下。啪，王奎身体妖精立起来。啊，夫人，相随此更深一人。你貌似风流，追寻着上郎光宇，做起夫妻恩爱之身。喏，下官之相与你了。须是上郎光宇，奴送雷阳儿来。雷阳们是交关人哇。王奎听一点人仔细一看嘛，实在是交关人。还有像你哪会得到该打来？你来做啥？桂英，一封书信300两分银，2年已经睡得。你几岁相信？有后再来，此后用而已。用意，听到这个2个字，只觉得心辣辣发痛，头抬起来袋里看看，虽然这张面孔分辨，身躯是讲漂亮，是讲英俊，但是那个心哪会变得这样狠？你也晓得，你追子之后，我也站了那把内围住来，可花园里向花开之下，下之开，我这不忙，也不忙，罗里向的步步起码步出来的，不是平安家信，还是那一封恩斗一心的虚实。我为啥个勇气活下去？收起了那黑人面上的事情。你现在问我大概得来啥个用意？我不相信，我随便哪不相信，你会得变得这个样子。所以我一头一头。如果你对我为啥个一点点心不说，那么我死也死着，还是算了。果然是与郎君分别，果然啦，梨花路，烟
我是梦然上哎，千百遍。可心在路为大下来，心如醉。拉君谁？虚头相随对你背，压在青上饮一杯。奴推窗，只把你拉君房，不见你拉进。谁知那一天，翠水发愁，家心知，西送梦，天将下意开，我是一花心田送断开，我知道平安家书那句些也只是将我性命赐给上成都看难开。圣君来得喜，下问双牛后日归，于是的去争得来受良心。
月光辉，我是一泪眼眶悲伤里，浑身冰冷，看内开，可哟想成今日。就把身躯化作灰，飞下来的手也飞。桂英，相识在海川，取的是这荣华富贵。随着荣华富贵，却容不得你这一花女子。故而王夔早把那莱阳之情当做了逢场作戏。哦，二泉映月是二胡独奏中的经典之作，而此番徐立先却大胆地把他的音乐运用到了评弹演奏中，同时保留了评弹的传统旋律，从中极富开拓性地创作了一曲为游离于评弹基调的新开篇，其中三字句唱词的运用更丰富了历调的调式，令曲中的诗情画意一泻而出，流畅。
啥可
大家来说普通话是徐立先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亲自作词谱曲所创作的宣传开篇。在演唱中，他放弃了力调相对固定的模式，转而吸收了大量削调的韵律，从而创造了一种似削似极富节奏感的独特调式。说普通话。宝玉夜探是一个为评弹界的艺术家们无尽青睐的题材，几乎众流派均拥有此开篇，且千秋各异。当年
徐立先与弹词名家朱慧珍合作演唱此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他用丽调描摹的宝玉，使他跨越了作为一名女性演唱者的局限，把宝玉体恤爱怜的心思刻画得入木三分。此间丽调实现了它的可塑性，终使宝玉夜探在众多夜探篇中自成一格。隆冬，黑楼之人兵，于是迷蒙有头
神妹妹呀，想你一生许事都非难，你何必自己推开前，想你于什么心事，竟不是我与你两人各一心，我求你一日三餐都应承，我求你一三冷暖也当心，我求你两生一样心，你何苦自己把费难心？我求你姊妹的女听不得，他们是自家一是真，我求你咋爱惜母一生，因为病终身，再不你谋划婚，我求你把一切心事都对出，你更不要想起养去居下门，那得我们一平地水，是那公一女奴几人心。为什么这家为我在旅深？来句儿滚滚吕布须啾啾，石头两下楼，今次
众所周知，历调的音乐旋律极为丰富，且它的音区也相当宽广，因而有高音历调和低音历调之分。小妈妈的烦恼就是一个典型的低音历调的开篇，它适时地配合了当时晚婚少育的社会号召，曲中低音的处理配以幽默诙谐的唱词，令全篇显得简洁而明快，让人在会心一笑中真正体会到了此项国策的深意。18岁，18
我呀没落后。由夏史改编的《葬花》一曲，其唱词优美秀丽、典雅精致，自始至终都充盈着一股婉约凄美的意蕴。而那悠悠的曲调，宛若涓涓细流，在指尖和琴弦上流淌，更是把一个凄凉哀怨的灵魂描摹得如此细腻。其中一句“一年360日”。7个字里5个入声字的妥帖谱腔，不得不叫人感叹徐立先的音乐天赋和艺术造诣。
飘零，足以发。
下一水困，莫为谁生。父娘体虚产，失落王所断臂策反这一唱段，足以将徐丽仙卓越的唱功一览无遗。身起奶娘角色的徐丽仙，面对大段唱词依旧游刃有余，层层相加的叠句却不见音乐的重复，节奏由缓至急的变化，力度由弱到强的更替，被不露痕迹，和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紧紧地揉在了一起。在徐丽仙的演绎下，奶娘对敌人的一腔仇恨倾泻而出，深刻地凸显了她的爱国主义情操。此次由张碧华和讲调传人秦建国拼档为观众献演。啊，老太太，你们虚构里莫担心，你们不是害怕不是真，我们同是人落客，同是难饶人，岂肯低头养死人？斗之外，尽是江山，少人大。宋王后儿记与百万兵，别看苍光滔天时，想我平生对呀
岳家军，是与后楼也是平。岳元帅统摄金兵，面对这十大王龙年儿生，保育先把持守身。又有谁统摄金兵？十大王龙正要迎接儿身归绕之时，哎，戳破了双枪奋龙斗梦勇，公快一快王妃心。三军等着娘体态，日分敌人可出身。将王走在蓟门之下，看得清楚。我看着文龙，他的迷茫并不良，又有飞将。再听他的名儿嘛，我真忠良后代难得定，与有帅亡魂伤你到三针，元日为我之等生。兵不一扎是狗屎，我抓呀何必大金银吃饭分龙啊死人。所以昔日太太共赏你，难得你忠义不忘狗不心，定能够吃力相柔，我立功我勋。师娘听我恍然大悟，原来你乃是南山人。这段时间一只比伯高行诽谤，也说不文龙出犯。既然是个，我应该拿将军的事体向里后部托出。牺牲那。将军思念。
不任军民，查询门时，将军用门士气尽。这小小的芦苇罪，竟如碎了49天。那时间，身为谁王尸体，人内血流成河。芦苇罪两日有限，根基们体不受人。大雨倾盆，偶日一晚风，暴雨当对冲，真是天不受人接受风。神龟大腿内水神，非兵非将与后风，得破神归万里冲。神龟大腿非被水从出口里向冲进来，将军晓得神龟得破，仰天上台。随了这个辰光，路浪向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李水是你将军的娘，李得着消息，神龟得破，口里他有两个话，是否是他不扭开，凶狠后怒金贵中，问灵儿昔日否应能中。家军分一夫人缺，是的家谱身法可不用，是对婴儿的人间，可生因一匹真儿龙，风后等等杀气冲。将军夫人若是有人懂法，他呼我大喜一座富在林中一
用。二路文能龙，狮子佛狗为飞母山，谁大人间国内这孩子是陆家一门国学，尚未谋追赛，不忍与他同归于尽。你带他到深去吧。他是的，你呀随身众人你呀担心抚养着小东对牛的此子将来人大去其人不知称为风，你叫他家国有谁须忘却，这父娘的血在也记心胸，你呀告诉他伤疼我不露肉，可言匈奴血液中走一个将呀神州的大英勇。是娘，宋靖王后，你虽是他的son生父母，最上的娘，你要叫子神龙也是为国心中。哎呀呀，先生啊，当时我家之人，他只有3月日里，我家夫人，他双死而死，将军他把几十分，他的中文一拍起勾上，他理而不得在大当中，他死不明我怒目用。
人龙立大功。开篇怀斯人是徐立先的弟子和其崇拜者，为颂扬他的为人，纪念他对评弹的功绩，在他逝世后特意创作的。此篇中既蕴含着深切的感恩之情，又饱藏着对逝者的无限叹息。那一刻，唯有评弹是他们传递哀思的最好语言。不过在人们心中，斯人虽去，他所创作的艺术财富却将永驻人间。
饮马乌江河改编自张克的一首诗，它是徐立先自我突破、不断革新的又一次尝试。在谱曲时，徐立先大胆地采用了改变调式的方法，从而为评弹音乐的发展另辟了蹊径。其中大跨度的音阶、多变化的节奏以及多创新的过门，都为演唱增加了难度，而他高超的技能也正由此而得以尽现。手马
狗。今年欧家婆与人明月照山空，来了口口带东子狗，饮马欧家后。来是一起两生活，去下一起龙家坡，为了今生命的哈时候，养马家本马的。花被斗，花被斗，花衣花心。